好消息啊！坦洲天花板佳景康城3期真稀苑，而家示範單位放出嚟買，單價先係17500，記住喎，係示範單位啊，大佬。咁啊，講起佳景康城呢，好多街坊當佢係寶啊，當佢奉稱為成個坦洲最頂級嘅豪宅啊。咁啊，先講下佢而家買緊係邊幾套示範單位啦。而家放大成個板塊俾你睇，呢個呢就係佳景康城3期啊。咁啊，4棟呢邊示範單位喺度買緊嘅。嗱，呢度再放大啲。OK， 嗱，我攞筆畫落嚟俾你睇啦，就係呢個。呢個呢就係701。面積114平方，總價200萬，示範單位喺度買緊嘅，單價係17500。咁啊，呢邊係03戶型，03戶型呢面積係119平方，總價係162萬，3樓。咁嗱，呢棟呢就係16棟，佢都係03戶型，03戶型面積係119平方嘅。咁啊，總價就係212萬，114平方，總價就係200萬，記住嚇。咁啊，呢個呢，都係119平方，好啊，記住，總價就係162萬。嗱，各位街坊記住啦，而家嗱。呢3套示範單位呢，攞出嚟買個單價，你睇下，尤其呢個啦，114平方，你估下舊年或者前年買幾錢啊？買個單價係18000一平方嘅，仲係吉房喎，入邊乜都冇嘅，啊，裝修啊、定制啊、家私家電係冇嘅，單價18000一平方，甚至乎到2萬一平方都有嘅。但係而家呢，701啊，呢個單位就係701 7樓，而家買緊單價呢就係17500，包含晒入邊所有家私家電嘅示範單位，直情就係俾你噶啦。咁啊呢邊啊呢個示範單位3樓啊119平方，示範單位總價212萬啊。咁啊114、119。咁呢兩個單價咧，平均係17500、17800。咁你再睇翻呢個示範單位吉房，咁佢個單價咧就係13600。記住喎，呢個單價係咪好震撼啊？咁啊，成個佳景康城啦，啊，呢個就係佳景康城3期。咁佢舊年、前年買緊單價係18000噶嘛，係咪？18000一平方嘅，但係而家呢，佢呢邊即係一啲3樓啦，咁而家買緊就係13600。啊，中間你睇下個差距，基本係有差唔多係5000蚊一平方嘅。其實呢個價呢先係佢合理價嚟嘅。啊，當然如果係前面嗰啲朋友以呢個價買到呢，咁就只能夠你當時真係好中意呢個樓盤，以呢個價買佢嘅。但係我哋唔理，但係我哋而家要同你講嘅就係，而家呢啲示範單位放出嚟呢，咁佢價錢個性價比真係高嘅。啊，咁你計下啦，係咪？同樣嘅單價，入邊係有砌晒所有嘅家私家電啊，乜都有賣嘅，啊，拎包入住，啊，咁啊平均就係你舊年買同今年買就相當係平咗5000蚊一平方，啊，呢個就係差距，嚇，明面上嘅差距啦，啊，咁啊，當然佳景康城作為坦洲嘅天花板呢，啊，大家對佢嘅認可呢係有一定嘅道理嘅，咁亦有一部分先呢係唔認可佢呢個價錢。就覺得佢呢個價錢係虛高啊，即係唔值呢個18000個價位
有啲就話係值呢個價14000左右呢個價咁即係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嘅但係對我一個專業 agent 嚟講咧，咁我哋係要根據市場嘅二手樓成交數據嚟得出結果嘅如果你有興趣，你都去留意翻我之前講嘅視頻，或者我講樓盤嘅一個邏輯，我點樣同你分析一個樓盤一個價值同埋一個流通性，咁你就知道佢個價錢嘅中間一個虛高價錢或者係點樣嘅呢個理念咁點解咁多 fans 認可佳景康城咧？咁首先就係第一，佢個用料係靚嘅即係同埋咧佢個贈送面積咧又係多嘅。例如話攞88平方嚟講啦，3房2個衛生間，咁成個格局咧係好市正嘅好多街坊睇咗咧都非常之中意即係買到差唔多係1000尺個樓好開心。但係價錢咧可能就會稍微貴啲嘅但係亦有啲粉絲咧係接受買咗嘅但係咧即係呢啲係佢個優點，即係用料好裝修嗰啲係好嘅，同埋實用面積係多嘅但係缺點咧亦有喎。咁首先就係價錢貴啦即係中間嘅鋪木可能有5000蚊一平方嘅。缺點唔單止係呢個，缺點就係你睇過嚟，佢係一個圍式設計嚟嘅，你睇到未啊？中間係一個回字形，即係樓望樓嘅，除非係外邊呢啲同埋呢啲先係可以睇到外邊嘅景觀嘅，同埋呢邊呢啲仲有呢邊，即係一個回字形，四邊咧先係睇外邊嘅，咁入邊咧全部都係樓望樓嘅，咁呢個咧就係佢個缺點非常重大嘅一個缺陷樓望樓，咁長時間睇咧個人係好壓抑嘅。咁我唔知道你買之前咧有冇慎重考慮過，即係話我如果長時間喺度住，如果係一直望住對方天空望唔到，只能夠望下面個園區呢種長期嘅話，可唔可以接受會唔會感到壓抑呢樣嘢？你有冇慎重喺屋企同屋企人商量或者有冇點樣去做過啲功課呢樣嘢？咁就留翻呢個疑問俾你啦。但係我覺得港澳人買樓咧，除咗地理位置好，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舒適，即係睇到外邊個景觀一定要夠開闊開闊係令到自己個心情舒暢啊嘛。呢個項目咧，所以就導致咗有兩面性嘅極化。有啲人咧就好中意佢，咁當然中意佢個人咧，大多數咧可能了解個資訊並唔係好齊全，因為佢所了解到嘅第一就係網上嘅 YouTube 博主同佢不停咁灌輸好嘅一面例如話佳景康城喺澳門香港買個廣告係最多嘅你聽到坦洲第一個樓盤就係佳景康城，佢買個廣告係最多嘅，咁宣稱佢個裝修係最豪華嘅呢點係冇錯嘅同埋佢個面積讚賞又比較多好實用嘅都冇錯但係缺點呢啲咧可能就冇博主同你哋詳細咁分析就攞呢個項目嚟講啦。咁首先缺點呢樣嘢咧你可以睇下成個小區咧，首先就係住得比較壓抑，同埋咧車位係比較緊張嘅，同埋管理車位呢邊咧有啲亂即係住得人嘅話係比較密集呢樣嘢又係一個缺點，即係管理上咧係輸咗俾坦洲另一個小區金地世紀城呢樣嘢你唔需要喺呢度同我反駁或者咩嘅，你可以攞佳景康城個管理對比翻金地世紀城，係輸咗俾金地世紀城嘅人哋金地世紀城車庫係好靚仔，管理得好好，同埋個管理每一棟都有阿姨喺度打掃衞生，同埋個社區係好靚好整齊嘅。但係呢邊咧稍為差咗啦即係各有優勢嘅即係今日同你介紹佢個原因就係
有啲人就好中意佢，有啲人咧就覺得諗一諗啊。但係今期咧呢個示範單位推出嚟咧，我就覺得中意嘅朋友咧其實係可以捉住呢個機會啊上車嘅。點解咧？人哋舊年買啊吉房價錢係幾多啊？18,000一平方，你今年買17,500一平方，而且全屋個家私家電定製裝修乜都齊晒，慳翻幾十萬。我呢邊咧再拋出一個提問，就係你萬一如果唔想置啦，想將呢層單位賣出去，即係二手樓賣出去咧，咁你以示範單位呢個價入手咧，你蝕個價位咧並唔算太多啊，因為你入邊係有齊晒所有家私家電，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增值分嚟嘅啊，都可以同你增值加分嘅啊。咁你買嘅時候咧就未至於蝕得咁金嘅。但係如果你係以18,000嘅單價購買嘅一個吉房咧，咁呢個價就有得計咯喎嚇。咁啊，而家成個小區平均嘅二手樓成交單價咧係1萬到1.4萬左右嚇，即係一個二手樓成交單價嚇。咁啊，當然有一啲係無批價錢就會低啲，1萬1.1萬左右。咁啊，裝修咧有啲靚啲就貴啲，有啲差啲就平啲。咁啊，當然你如果係好豪華、好靚仔啊嗰啲咧，咁啊都可以去到1.5萬都冇問題嘅啊。咁啊，價錢呢方面咧，即係個差距咧就有啲大嘅嚇。咁就同你講下，即係一手樓同二手樓中間一個差距咧，平均可能係有5000蚊一個泡沫。點解咁多人中意佢啦？嗱，首先就係佢過之海呢邊方便啊，放大啲俾你哋睇啊，睇到呢個路口未啊？佢呢邊就係過之海嘅，嗰條橋就係之海嚟噶啦，係咪好方便啊？尤其係去山姆嘅話，10分鐘就得噶啦，啊有時都唔使10分鐘。OK， 嗱呢度佳景康城由麥當勞廣場呢度過去就係之海嚟嘅，咁啊呢邊咧就係山姆嚟嘅，山姆匯賢店就係呢個位置啊。直線距離嘅話係好近嘅，其實由呢邊兜個圈，由呢度紅綠燈兜過去咧，最多都係5分鐘嘅時間。咁啊呢邊咧就係之海啊、華發小鎮同埋萬科城啊呢啲地方嘅啊。咁啊好多人即係買佳景康城咧，咁都係貪佢話近之海嗰啲嘅。咁目前咧佳景康城樓下咧都有開咗好多啲商鋪嘅，例如話瑞幸咖啡啦、麥當勞啦，包括有佢永東巴士翻到香港機場啊呢啲地方，同埋佢有港澳直通巴翻到香港嘅。咁有好多街坊係中意呢個小區嘅，但係咧生活方面咧，咁只能夠係過到嚟呢邊咯。嗱，過嚟呢邊金豆灣市場啊，一個即係本地人嘅一個菜市場啊，喺後面呢個位置，即係買餸啊嗰啲嘢喺呢個位置嘅。咁你如果係話商場嘅話，咁就要過嚟義豐名門呢邊啦。咁啊，成個坦洲咧係以呢度為中心嘅，即係優越香格里、義豐名門呢度為中心，因為優越城成個坦洲最大嘅商場喺呢邊，以呢度為主嘅。啊，咁啊飲茶啊、飲咖啡啊、食飯啊嗰啲全部都係嚟呢邊。咁啊，金大世紀城就係呢邊嘅。好啦，咁啊今日介紹佢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而家有筍盤出嚟，仲係示範單位，所以特登就要介紹俾大家啊。因為我講樓盤咧，淨係會揀嗰啲真係性價比高嘅筍盤先會推薦俾你嘅。咁當然佳景康城咧，佢4期呢邊啊，睇到未啊？4期呢邊咧就係期樓嚟嘅啊。咁佢目前買嘅單價咧，平均係16000一平方，17000一平方。低樓層咧，可能有啲係15000幾一平方嘅。咁呢個價位，目前喺坦洲嚟講咧，呢個價咧就係平均係開高嘅。啊，我個人認為咧，開高起碼3000蚊左右嘅係一平方。啊，所以你如果係買咧，咁你就要慎重咁去對比啦。啊，總之
因為行情唔好，當然每個發展商個價錢都會降嘅，包括金地世紀城啊、怡豐名門啊、中澳春城啊，人哋都係不停咁樣降落嚟啊。但係佢呢，佢仲係期樓啊，所以價錢呢就冇咩點降啊。所以呢買之前呢就最後就做下功課咯，最後就聽下我同你分析每個樓盤，以我呢種邏輯，即係了解下每個樓盤一手樓同二手樓嘅一個流通性去對比，睇下佢中間嘅價位相差幾多，即係中間個泡沫相差幾多。咁啊，例如話攞有啲樓盤啦，嗱，怡豐名門呢邊嘅一手樓同二手樓呢，其實價錢就差唔多係倒掛嘅啊，平均差唔多係持平嘅。有啲呢就相差1000蚊一平方啊，2000蚊一平方嘅啫，即係佢一手樓同二手樓嘅差距並唔係好大。因為行情唔好，一手樓都降咗嚇。咁如果有啲一手樓同二手樓價錢相差太多呢，咁你就要慎重諗啦嚇。呢種時勢，我入手咗之後，如果有咩事我放出去，咁中間蝕個幾千蚊一平方，我可唔可以接受先？如果我可以接受，冇問題，係咪？我純粹就係中意而買單嘅啫嚇。我相信有好多粉絲係中意買單嘅啊，都知道佢貴嚇，但係佢就係中意嚇。但係咧，我即係同你講，佢該有個配套啊，或者環境啊嗰啲咧，都講埋出嚟啦。咁至於點樣選擇，係睇你哋。OK，我哋而家就去睇下示範單位，同埋睇下佢周邊嘅配套。Let's go！